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5月8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，这个碧桂园又有麻烦缠身，官司缠身。这个碧桂园公告新增19.9亿元执行金额，25.96亿元股权被冻结。截至2026年3月31日，碧桂园地产较前次统计时点新增16宗标的金额5000万元以上的未决诉讼仲裁案件，标的金额合计29亿元。同时，碧桂园地产合并范围内违约债务净新增7.91亿元，涉及本金或利息逾期、涉诉不良、触发交叉违约条款等情况。2026年4月27日，碧桂园地产本部无新增失信被执行人情形，但新增12笔执行信息，合计金额19.9亿元，新增9笔子公司及参股公司股权冻结，金额25.96亿元。什么意思啊？碧桂园虽然债务重组成功，境外债重组成功，但是它自身的问题并没有解决，各种诉讼、涉诉、交叉违约、各种查封，让这家公司难上加难，寸步难行。实际上从碧桂园就可以看出，自从2021年恒大暴雷以来，房企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。无论媒体是不是在宣传小阳春，但是房企的日子还是很难过，房企还是在渡劫。每日经济新闻报道， A 股上市房企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分化明显，42家实现正增长。专家称，有望跟随市场企稳而进一步改善。81家 A 股上市房企中，48家净利润亏损，行业现金流量净额吃紧且分化明显，也就是81家上市房企这个现金流总的还是紧张，缺钱，而且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还分化明显，也就是有的企业更缺钱。说其中42家实现正增长，7家增幅超1000%，但仍有23家净额为负，就是进一步失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业绩承压，但多重积极信号累积，业内人士认为房地产最困难的时期或将过去。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接受采访时指出，2026年市场具备止跌回稳基础，企业应结合新环境探索改进空间。现金流是房企的生命线，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，现金流一断就爆雷。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万德房地产指数统计发现，这个财报季房企的盈利成绩仍难言理想。截至2025年期末，已发布财报81家 A 股上市房企中，有48家净利润亏损，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总计5882亿元。作为衡量房企造血能力的关键指标，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吃紧仍是房企当前普遍面临的问题。但这一指标在2025年出现了明显分化，包括大明城、华发股份等在内的房企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持续增长，甚至有房企同比增幅超过了1万。这什么意思？说白了就是它去年基数小，今年一比增长了，去年一年就挣了1万块，今年现金流是100万，所以它就增长了1000%。那有什么用？部分房企则受债务问题拖累，现金流净额由正转负。现金流有没有改善？不要问别的，就问一问万科就好了。说1000道1万，这开发商开发的房子能不能卖得掉？他们的库存去化情况有没有改善？现在降价卖或许还能卖得掉，再过一段时间你降价都卖不掉。今天媒体继续在鼓吹这个小阳春。宁波日报说，宁波楼市迎来白金4月，二手房成交创近5年同期新高。广州楼市明显回暖，5·1假期北京楼市热度高。华夏时报报道，一天没熄火，排卡破1000组，北京楼市小阳春烧到5月。中国房地产报报道说，头部企业热销10亿元，西安开发商晒5·1成绩单。中国商报报道说，金生大涨，广沪升温，
这一线城市4个城市还不一样，北京和深圳是大涨，广州和上海是升温。5·1楼市延续小阳春，天津5·1假期楼市活跃度提升。5·1假期前夕，天津市住房城建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供给、促进住房消费的通知，反正形势一片大好。这是媒体报道，我们看看这个，挑一个北京的看一看。华夏时报报道说，一天都没熄火，排卡破1000组，北京市小阳春烧到5月。说5·1小长假期间，当各地景点在上演人挤人的场景时，北京部分新房售楼处出现了堪比热门景区的人从众模式。从早上售楼处营业到晚上8、9点，房产中介的车就没熄过火，一波接一波的接着客户，一口气连看多个新晋顶流楼盘。刚开放样板间的龙悦海旭，假期排卡客户直接冲上1000组，置业顾问完全不够用，有看房者只好蹭在别家队伍后面听讲解。中指研究院方面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，假期期间，北京多数新房项目延续前期折扣或推出部分特价房源，市场继续此前的温和复苏态势。而二手房市场同样表现优异，网签量同比增长 76%， 热门楼盘访客不绝。从5·1的势头来看，5月份的市场要延续3、4月份小阳春态势。5月5日，昌平的一位房产中介林鑫对华夏时报记者说，林鑫所在的公司代理了北京大量的新房项目。最近2个月，昌平的新房三兄弟，即国贤府、还什么新环时代、龙悦海旭先后开盘入市，跃升为北京新房顶流。林鑫对华夏时报记者说，整个5·1假期从早上到晚上8、9点就没闲着，一直开车带客户看房。想买新房的一般当天就把这3个项目一起看了，因为国贤府和新环时代早就开盘销售，售楼处人流量没那么大。龙悦海旭刚开放样板间，假期排卡客户有1000组。5·1来看房客户比较多，公司推出部分优惠房源，但也是一房一价，5天的时间，项目累计认购额达到 1.6亿元。华夏时报记者了解到，九树满河、紫金成园等项目认购额也均突破1亿元，到访数据更是远超节前。这个一般说实话跟深圳、上海比起来还是差点事。深圳、上海不都是日光吗？新盘一推出的吧，你没了，你这在5天才卖1个亿，就这好意思吹吗？说假期景点到处是人，不想出去凑热闹，正好也要换房子，还不如带孩子来售楼处看房。现在天气暖和了，什么国贤府售楼处外面还搭建了露营区，旁边也有小朋友的游乐设施，正好看房带娃2不误。你说那哪是买房子，怪不得搞了5天是吧？人挺多，才卖1个亿。人家都是去休闲的，去售楼处吃点水果，喝点饮料，还有那个小零食，在走的时候顺便带一份礼物。看这媒体的报道，千篇一律，就是中介很忙，看房的人很多。但是晚上还有一个报道，中房报报道，这个就更有意思了。这中房报记者康康北京报道说什么？说北京朝阳区新北苑板块正迎来一轮房价变局，也就是北苑板块现在阴云密布，突然这个沉闷的房地产这个圈子迎来一声炸雷。说4月底市场传出消息，北京市朝阳区国资委，就是这个朝阳的国资委持有的200套世华博骏现房将以每平米5万元均价入市。国资委作为这个业主，作为房东，人家手上200套房开始抛售，不是大家喜欢吗？你们不是二手房买不到吗？抢吗？这回大房东出现了，国资委200套房子每平米5万元均价入市。这个中房报说，分析来看，这一入市价格比同小区二手房
当前挂牌价低1万元每平米，也就是说比当地市场价要低1万，较距离项目约1公里外的中铁建国际城2023年8.7万元每平米的均价低3.5万元每平米，这不就是砸盘吗？为啥？现在不是小阳春吗？正火，为啥还砸盘呢？200套房子慢慢卖呗，对不对？着什么急？这消息一经爆出，便迅速引发市场关注热议。4月30日，中国房地产报记者来到世华博郡，现场人头攒动，约有上百人在排队拿号选房。有的购房者在29日下午2点便提前到场排队等候。一位现场购房者表示，项目区位优势明显，周边有3条地铁线路，且成交均价在5万元每平米，比周边项目价格低，值得关注。说1000道1万，没有卖不掉的房子，只有卖不掉的价格。你只要愿意降价，还是有人买。你比周边的那个二手房便宜1万块1平米。1公里外的另外一个项目叫中铁建国际城，2023年还卖8万7一平米，现在离它就1公里，你这房子是5万1平米，你想想。所以说好多人跑去排队买，这是朝阳国资委啊，这不是砸盘吗？抛售吗？如果房价要涨，未来房价还要涨，那朝阳国资委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卖？明年卖8万不好吗？后年卖10万不好吗？人家小阳春趁现在好多人买，赶紧降价抛盘呢，套现离场呢。另据现场一房产经纪公司人士透露，截至30日上午11时，当天推出的房源仅剩低楼层可选，整体区划较好。还有很多专家的天天在那儿鼓吹让政府收购房子，这些专家我说都是拍脑门。你看人家是在卖房，政府缺钱，如果政府收房，那朝阳区国资委为什么还卖房呢？他应该捂盘，对不对？你这不是背道而驰吗？反向操作吗？这人家不仅不收房子，人家还低价往出卖。按照专家的意思，你现在5万卖掉了，你明年6万收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保持房价稳定吗？所以说售楼处还很多地方人头攒动，这个也不完全是假的。那你只要卖的便宜，还是有很多刚需房要去打破脑袋排队的。上海5月份似乎在这个4月份的基础上继续下滑，3月份搞了个高点，3万1000套，4月份好像只有不到3万套了吧，2万8、2万9还是3万。5月份继续下跌，5月前7天，上海二手房成交是3280套，你看就后劲不足了，平均一天这个只有400多套。3月份一天都是1000多套嘛，一天现在只有400多套，下跌的还是幅度比较大呀。昨天咱们根据百城房地产指数公布的4月份1、2、3、4线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价格变化，实际上得出个结论，除了上海还可以，其他地方都在下降，尤其是2线以下城市，无论是新房、二手房，无论同比环比都在下降，跟这个小阳春一点都不沾边。只有上海、北京，这个什么深圳有一点变化。接下来就是央行要公布4月份的社融数据，这个数据你也可以看到到底4月份这个楼市怎么样。这个央行数据公布完之后，后面就是统计局要公布4月份的这个楼市成交情况，到时候都可以验证。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被媒体这报道迷惑了双眼，因为媒体每年这个时候都是这么报道，它只是时间换一下，项目名称换一下，反正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报道，中介很忙，忙得饭都吃不上，电话都接不过来，带看量暴增100%。我们再看一个，这一个郑州的牛马在上海他的遭遇。郑州牛马在郑州买了房，觉得不过瘾，觉得这个没苦硬吃，在上海他又买套房，结果遭到双重打击。这作者说，我33岁了，负债200万，如今亏损大100多万，回不了老家，留不住上海，90后中的我混得最差了吧。这个作者说，他说我是93年人，18年来上海工作，之后一直在上海。18年10月份在郑州洋泾片区145万买了一套70多平的房子，合着2万1平米，单价1.95万。工作了8年后，也就是26年，也就是今年，终于把90万房贷还清了，加上利息，一共还了110万。
那还可以，这哥们儿挺狠的是吧？工作8年攒了这么多钱，这个钱都是勒紧裤腰带勒出来的。可如今房价只值75万，也就是哥们儿在郑州145万买的房子，现在只剩75万了。这145万他加上利息，乱七八糟的利息就还了20万。这个作者说，他说孩子在22年12月出生，那个时候是疫情，由于在上海没有亲人可以照顾我老婆，转到郑州待产。那个时候郑州还在封城，我在上海上班。这个大家都还记得，都从口罩期间过来的，这种情况的比较熟悉。给你来个红码，你哪儿都去不了。那时候你想去郑州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那郑州那个时候不是担心你去维权，河南村镇银行暴雷，是不是？好多人要去郑州，结果打开手机看自己红码了。远程就先让你红码，你哪儿都走不了。这也是一个发明。这个作者说，我当时在上海上班，直到孩子出生，我才请假回老家照顾他们母女，加上是过年，陪产假、年假、调休假，再加上春节假期，一起请大概1个月的时间。其实1个月也不多，他把所有的假都加到一起了，才1个月。一路走来非常不易。他说郑州的房子我总共住了1个月时间，他买了就住了1个月，8年赔进去90万。这是郑州的房子。孩子妈在休完产假就来上海继续工作了，孩子也跟来了。那你说夫妻俩都要上班，孩子来了怎么办？所以孩子的奶奶来带孩子啊，这都是这样的。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张江租了一间房子，大概16平，16平的房子住4个人。由于床位不够住的，我在网上买了一个铁架床，上下铺，还是夏天，怎么办？我就买了一个可移动的帘子，这样方便一点。你想那是2022年了，23年了，不太容易。就在上海打拼的沪漂，换衣服什么的有一些隐私，非常不方便。就这样从年后到2023年10月份，我们这样住了半年。由于我们人多，免不了被合租的邻居投诉。那倒也是，他这16平的肯定是一套房子里面的一个房间，我估计。那什么房子16平的，跟人合租的，一家4口跟人合租，确实居住条件堪忧，那就遭到合租的邻居的投诉。想来想去，最后决定换房，最后租了曹路的2室1厅的动迁房，月租4900，合租的时候是3000，这样房租多了差不多2000元。我还是很心疼这个钱的。我一直觉得房租租贵了，那个房东又不给办居住证，再加上郑州的房子贷款基本上还清了，我公积金账户有20多万，我老婆工作这么多年积攒了一些钱，我又脑残，想买房子，不想租房了，家人拗不过我，我说以后房贷我来还，我老婆只需要出个首付。就这样，我们在24年9月份又买了上海的房子。你看看，这就是认知决定了悲剧。24年9月份大家知道吧？不正好是24年9月份那叫什么救市吗？媒体天天的吹是吧？小阳春回暖。我记得是9月24号，北京、上海都出台救市政策。这哥们就这个时候买的。你说，所以说这人的认知决定了他的命运呢。这个时候扎进去，说因为10月房子要续租，不想续租了。房子总花费298万，贷款222万。你看看，这哥们就是典型的2024年9月那一波行情，那一波叫什么救市冲进去的刚需。你看这人被咱们逮住了，你看这是典型的划线。你看他就是刚需，一家4口住房子确实憋屈，完了是想买房，又赶上政策，你如说可以让你买，本来他没有资格买，他有资格给你资格买，解限购，给你公积金贷款，给你加杠杆，给你提供各种便利，他又是刚需，这个人上车了。再加上媒体一忽悠的，把这房价一涨，再不买来不及了，哥们就上车了，忽悠瘸了。房子总花费298万，贷款222万。你看看，典型的买的就是老破小房子，300万以下，太惨了这哥们。如今房子可能只值200万，2年亏了100万。就是他2024年9月份买的这房子啊，现在298万买的，现在只剩200万，2年亏100万，亏了30%，加上郑州房子亏损90万，一共亏了200万。
也就是他2套房亏了200万，这哥们儿，你说他招谁了？如今我又失业，从很好的单位离开，没有了稳定的工作，没有了收入，我媳妇依然不离不弃。我真的很感谢我媳妇，不仅没有怪罪我，也没有说我，只是说这算啥？她上班每天单程通勤1个半小时，来回3个小时，电动车、地铁转地铁，电动车要换好多趟才能到公司，这个样子坚持了快2年。你说这赖谁？你应该找那些经济学家，一天到晚说拐点到了，再找那些媒体天天吹小阳春，再找那些房吹，你说他害了多少人？你说这哥们儿典型的，你说他也没什么错误，他认知不行，还很勤劳。你想他玩命的赚了这么多钱，他把郑州的房子按揭贷款还完了之后，他还能攒出首付，跟他老婆俩人，那首付不是75万，上海房子不容易。短短的这么几年，他是18年上班，现在才上8年班，这小子够能赚钱的。但是有什么用？凭运气赚的钱，凭实力的把他赔得干干净净。这最惨的还没到，最惨的是他失业了啊！如今我又失业，从很好的单位离开，是吧？没有了稳定的工作，没有了收入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如果不买这个房子，我可能就回郑州了。但是我社保都在这里，我想在上海干够15年，能够领上海的退休金再回郑州。可是孩子幼儿园3年之后就要上小学了，就要有学籍了。孩子是回郑州上学，还是留在上海？我迷茫了。这孩子22年出生，6岁，那就是28年，后年明年就要准备买学区房，又来了。不知道他买的这房子附近学区怎么样？就是一环套一环。以前没被裁员时，我很坚定要留上海，因为这边高考好考一些，养老金可以多领一些。但是现在被裁员，以后的工作肯定也不是很稳定，身背200万的贷款，每天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媳妇也跟着我受罪，我不知道自己这么多年混的啥，典型的不自量力。没有办法，我每天做一期房地产的节目，从恒大暴雷以后，坚持每天都做，但是依然还有很多人看完之后觉得你在唱空，还有人这脑子糊涂的还说你在唱空。你看看，这大部分人都是跟这哥们一样，是典型的。现在叫郑州回不去，上海留不下来，孩子目前也回老家了，因为我俩没有精力再带一个孩子了。我妈家中还有老人要照顾，不可能撇下家里老人帮我们来这边带孩子。他来了也会很快就待不住，也就是把孩子送回家由他妈带，他妈就既带孩子又带老的。你说这是什么一个家庭？这实际上很多人都这样，真不知怎么好。如果不买房回郑州，我妈想回家300公里，周末就开车回家了。如今这个样子，800公里来回一趟很不容易，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孩子送回老家，自己在上海失业，所以我以前就说，小阳春排队买房的，未来2年说不定又要后悔，肠子都悔青了。问题是谁让你买的呢？为什么买的时候自己不考虑清楚呢？2024年924行情，后悔的人已经出现了。上海2年居然那房子290万买的，居然能赔100万。但是你从数据上看，上海的二手房、新房房价都是在涨，为什么这人还赔100万呢？血淋淋的教训。所以说咱们也不要唱空楼市，咱们从现在开始就要调整心态，就是消费的心态。你买得起就买，你有钱就买，没钱不要买了。郑州的这哥们在上海飘着，他如果24年他不买房，他就租一个大一点的，你就花1万租个房子，那绝对是不错了。在上海，那你这2年也才花24万，问题你买那房子赔了100万了，还失业。如果你租房1万块一个月，你租到现在，我失业了，那我不想租1万了的，我租5000，我找个5000的也可以，你灵活机动，甚至可以直接回郑州也行。结果这哥们还要上海的房子按揭贷款还在还，贷款222万。这每个月得好几千，7、8千的贷款要按揭要还，这全指他媳妇还了，自己失业了。也就这哥们是叫人家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他是撞了南墙他也不回头，见了棺材他也不落泪。郑州那个房子已经赔得一塌糊涂了，他居然上海他还买。一看媒体宣传，一看房吹一吹，一看专家说拐点到了，凭运气赚的钱，凭本事全赔进去。
现在套牢了。现在如果他把郑州的房子卖掉，正好把上海的房子按揭贷款能还上，也还不上，这70多万了，你说这图啥？所以说这个时候想买房的，尤其是贷款买房的，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即便是按专家所说的，现在到了就是底部，它一样的会埋人，底部波动，你一样的也会出现状况。也就是说啊，你不能现在用你现在的这个状况来对抗这30年。你现在的收入，你今年收入还行，明年你说不定没有收入，但是你的按揭贷款是30年的，每个月都要交的。现在没有人给你提供30年的稳定的工作啊。不过上海的老破小2年从290万降到200万，这个确实还让我挺震惊的，降得这么快吗？杠杆加失业，这就是戴维斯双杀，没救了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